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7篇，传道书第3章16节到第4章第8节，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警醒感谢。咱会通讲是这个年老的所罗门王，因为年纪增长有智慧。但是事实上，咱知影因为伊得到真丰盛的性命了后，就离开上帝。伊不但娶外邦的女子，更加是违反着婚姻的忠诚，违背着上帝的真理。因为伊失去敬虔的心，嘛失去迄种感恩的性命，所以伊到落尾，伊的性命就变成做空虚啊。空虚并毋是代表讲什么拢无，但是代表毋知影生命意义是啥物货。所罗门王伫传道书第3章16节到第4章的第8节，安尼咧讲：我阁看到一光的下面，伫审判所在有邪恶，伫公义的所在嘛有邪恶。我心内讲，上帝要平平审判义人甲歹人，因为逐项代志、逐项行为，拢有伊一定的时。我的心内讲，关系世间人，上帝要试验伊，互因知因不过是甲前生共款。因为世间人的命运甲前生的命运拢相款，一个死，迄个嘛死，拢相款，只有一口气。人无比前生较好，这拢是空虚。因拢去到同一个所在，拢对土粪出，嘛拢归伫土粪。啥人知人的性命的顶面受的性命落地，所以人上好是会当享受家己所打拼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的保守，死了后的代志，啥人会当互伊看到？第4章第1节，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压迫的代志。受压迫的人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有势力；受压迫的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安尼，我甲遐个已经死去的人恭喜，因比还活着的人较幸福。搁遐个还未出世、未看见日光下面所发生的歹代志，我看因比这两款人还较好。我阁看到人一切的劳苦甲逐款工作的成就，是因为人甲人中间怨妒竞争造成的。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愚妄的人手揽行毋做代志，腰甲无事；一手满满毋久安然自在，比双手满满着落落搁凉风扇较好。我阁看到日光的下面有空虚的事，也有人孤单无伴，无囝嘛无兄弟，还佫落落无煞，无看所有的财富做教业。伊讲我落落刻苦，无享福，到底是为什么人？这嘛是空虚，是无意义的工作。是啦，生命感觉空虚，真正是不幸啦。保罗劝勉歌罗西教会基督徒，着爱迫切祈祷，着爱时时警醒，着爱知影通感谢。伫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，保罗安尼讲着，着继续迫切祈祷，祈祷的时着爱警醒，着爱感谢，嘛着为着阮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，通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是为着这个才坐家，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，着够用机会
对待微信者有智慧，讲话不时着温和，亲像用盐调味，知影着安怎来应答逐个人。当一个基督徒会晓用祈祷会做生活，知影通感谢，知影在敬圣的时阵，伊就会晓得用智慧甲人来交往，特别是对这个微信的朋友来甲伊交往。诗篇127篇主题若毋是上主去做，去做的人就空空着磨。人若毋是上主固守望的人，就白白来警醒。恁早早起来，暗暗去困，着贪玩趁食嘛无采工。上主所听的人啊，伊互因好困。今日是上主所赏赐的产业，婴仔是伊的保守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，亲像勇士手中的箭。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，拢袂得到见效。恳求上帝帮助阮警醒，愿意警醒阮家己，用智慧来甲人交往，用感谢来进入上帝的院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